历史世界大战期间，老明伫北海岸经营金矿、炭矿，有赚到钱。伊慷慨捐款了文化甲教育事业，协助创办延平学院、开南中学，是地方上有名的头人。1948年秋天，民间开始流行一份陪伴国民政府的刊物《光明报》，主编者是嘉南中学校校长张虎东。伊因为经历过228事件，对国民党非常的失望。迄当年，张虎东被掠去。老明嘛被控资助刊物，被判10年徒刑。老明的家后想尽办法要解救翁婿，散尽了钱财。伊伫台北市仁爱路1500平的厝甲地，开放价3栋楼仔厝，等等这地产，嘛拢被保密局甲没收。这地产物业至今依然是国防部所占据。在家的期间，伊熟悉真侪政治犯的恶友，不时遭遇到影响抢赢、枪杀的场景。穿垃圾的犯人衫，倒伫黑布的尸首，伊悲伤又搁愤慨，交代家属都要加送一寡清气歪写字去家业内底。伊讲，台湾人的神血应该留伫清白的写字顶面，要行嘛要行到体面。1958年7月，老明10年的苦假结束。老明出狱，赶紧走去矿场看证人心受平安。老明目屎干目奇，偷偷对大家讲：国家安怎艰苦，嘛都爱互囡仔读册。有读册才有知识，有知识才有力量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